你有冇試過去完一場 party， 明明係好開心，咁但係返到屋企嗰一刻咧，成個人都好似俾人抽乾抽盡咁樣，要熄晒燈啊，靜落嚟幾個鐘頭先至復原到呢？又或者咧，你由細到大咧都覺得自己特別怪，特別容易諗太多，特別神經質嘅咧？我想同你講啊，你其實完全係冇問題嘅，你只係擁有咧成個世界有2成人都有，但係9成人都誤解緊嘅超級天賦，就係高敏感。身為高敏感族咧，我以前都以為自己係咪有啲咩問題啊？直到我睇到呢一本書，先至發現原來高敏感族嘅大腦天生就配備咗一部頂級嘅感應器。今日呢條片，我就會用10分鐘時間帶你拆解高敏感族嘅4大天賦，同埋喺呢個焦慮時代嘅生存指南。今日我介紹呢一本高敏感族自在心法嘅作者 Dr. Elaine Aron， 佢就係將高敏感嘅特質發揚光大嘅元祖嚟㗎。心理學研究發現，每5個人入面就有1位係高敏族，但係好可惜，好多人甚至係父母會誤以為高敏兒係 SEN 或者情緒有缺陷，會覺得佢哋太過脆弱，多愁善感。其實高敏感族嘅大腦完全係冇畸形，佢哋只係大腦嘅神經迴路特別活躍。國際權威心理學家將高敏族嘅天賦歸納為一個好易記嘅英文單字 DOES。第一係 D，Depth of Processing， 深度加工。譬如話，當我哋收到一個任務或者係要做一個決定嘅時候咧，人哋可能幾秒鐘就決定到啦。但係高敏族嘅大腦咧，佢係會諗到好細緻嘅，好似咧我哋要開50個分頁咧，先可以處理到呢一個決定咁樣。又譬如話，公司如果有一個新計劃咁啊，你喺開會嘅時候咧，坐喺度好似咧一句嘢都冇講咁樣，但係其實你個腦咧已經係有好多嘅小劇場開咗出嚟啦，好似超級電腦咁樣，又喺度諗，萬一進度延誤點算啊？老闆呢句説話咧係咪背後咩意思嘅咧？最壞嘅情況會係點咧？你通通咧都演練咗一次。其他人睇起上嚟就會以為我哋好反應慢啊，好優柔寡斷。其實咁樣諗係錯啊！我哋只係咧喺個腦入面咧已經比人哋咧行多咗10幾步啦。我哋唔係諗得慢，我哋只係諗得太過深。同埋高敏族咧係傾向咧唔會喺未深思熟慮之前咧就貿貿然開口去講自己嘅決定嘅。第二係 O，Overstimulation， 過度刺激。因為高敏族嘅大腦無時無刻都喺度接收緊訊息，所以你係極度容易超載嘅。想像一下喺開放式辦公室坐咗一日，左邊嘅同事打字好大力，右邊冷氣風口咧又吹住你個頭，啲燈光又刺眼。去到放工嗰一刻，你好似成個人都被抽乾晒啲精力咁。返到屋企，你連屋企人問你一句今晚食咩啊，你都會覺得好煩，好想發脾氣，即係想咧立即咁樣咧匿入房咧熄晒燈啦，一個人咧靜落嚟。咁樣並唔係你性格孤僻，亦都唔代表咧你喺度扮緊高冷。甚至其實咧有3成嘅高敏族係好鍾意社交，係 E 人嚟㗎。我哋只係接收資訊太過細緻，神經系統嘅電池消耗得比普通人係快好多倍啫。第3係 E，Emotional Reactivity， 情緒共鳴。你有冇試過咧？身邊有啲同事咧，一踏進個辦公室咧，即使佢一句嘢都冇講啦，你已經第一時間感覺到，哇！佢今日心情咧好似好差，好壓抑咁。高敏族就好似一塊情緒海綿咁噶。我哋如果睇一啲感人嘅戲咧，我哋會比其他人係更加喊得犀利。身邊有啲人嬲或者係焦慮嘅話，你即使乜都冇做咧，都會不自覺咁樣跟埋佢一齊緊張，一齊心跳加速嘅。甚至你又會喺度諗，我係咪做錯咗啲咩嘢令到佢唔開心呢？我哋嘅同理心天生就係頂級嘅配備，但係正正都因為咁樣，我哋最容易吸收咗人哋嘅負能量。第4 S，Sensing Subtleties， 察覺細微。我哋高敏族咧係有一個好似連空氣嘅微塵都可以捕捉到嘅雷達咁噶。咁樣並唔係講緊我哋 HSP 嘅視力好好啊，而係你嘅大腦咧會自動自覺咁樣捕捉到環境裡面所有微細嘅變動。譬如話房入面換咗一個細細嘅擺設啦，或者人哋講嘢咧某一秒鐘嘅語氣有啲唔同嘅轉變，
或者係冷氣機發出嚟嗰啲好輕微嘅嗡嗡聲咧，普通人完全無視嘅雜音同埋細節咧，喺你嘅耳仔同埋你嘅眼入面咧，都會被放大咗10倍。高敏族嘅大腦天生就好似配備咗最精密嘅超聲波儀器咁樣。想知道自己或者身邊嘅人係咪高敏族 HSP？ 對照一下咧，以下幾個一啲好經典嘅生活場景咧，睇下你中咗幾多樣。第一係感官超載，譬如話你着嘅衫如果剪咗標籤啦，你會因為啲纖維咧稍為拮到你嘅皮膚，你就好在意，全日咧都周身唔聚財。又或者你會特別怕強光、好嘈雜嘅環境，而其他人可能可以繼續咧做翻眼前嘅嘢㗎，但係你咧就特別咁煩躁不安啦。第二就係社交同埋競爭壓力。如果你喺度做緊嘢嘅時候，譬如話係打緊字啊，或者剪緊片啦，只要有人企喺你身後面睇住你做嘢咧，或者遇到有啲時間限制嘅競爭啊，你平時好熟練嘅表現咧，都會突然之間大打折扣，甚至個腦咧會一片空白㗎。第三係情緒海綿。高敏族啦，因為佢哋係好容易就會有同理心，同埋會產生一個情緒共鳴，所以咧佢哋係極度咧係刻意去迴避新聞裡面，譬如我哋睇緊啲戲裡面嘅一啲好血腥啊、虐待啊或者係暴力嘅畫面啊，因為咧當 HSP 諗翻起啲畫面嘅時候咧，可能會好容易纏繞好耐啊，或者俾佢情緒影響好一陣子。又或者身邊人嗌交嘅時候咧，你都會好容易就會感受到佢哋嘅負面嘅情緒，所以你都會覺得咧係都同樣唔開心嘅。第四係心理停機，即係 downtime。譬如話經歷完忙碌嘅一日或者係長途旅行之後咧，你係極度需要一段完全屬於自己冇人打擾嘅時間，去俾大腦去關機或者係充電。如果以上所講嘅咧，你都覺得係好似描述緊你嘅話咧，咁你極有可能咧就係 HSP 啦。不過呢幾點咧都只係一個撮要嚟嘅啫。如果大家想試下做個完整嘅測試嘅話咧，我係放咗喺下低資訊欄嗰度，大家可以 click 入去試下嘅。好多人都以為敏感就等於係抗壓性低，但係心理學有個概念叫做差別易感性，即係話高敏感嘅特質好似一塊海綿咁樣㗎，係好容易受到環境嘅影響。如果我哋生長喺一個糟糕或者高壓嘅環境，高敏感族的確係會比一般人容易焦慮。譬如話你嘅原生家庭俾唔夠足夠嘅愛你，或者你成長嘅過程之中係受到一啲比較嚴重嘅創傷。HSP 的而且確係會比一般嘅人咧喺長大之後更加容易會有情緒困擾。但只要放喺充滿支持嘅環境，高敏族佢哋嘅創造力同埋幸福感係會遠遠超越普通人。如果非敏感族係衝鋒陷陣嘅戰士，高敏族就係運籌帷幄嘅軍師。我哋喺風險掌控、心理諮商、藝術創作，甚至喺危機預警上面都有住天生嘅優勢。既然有呢一種天賦，我哋平時應該點樣照顧好自己呢？書入面咧就俾咗一啲好好嘅建議啊，譬如就係話建立你嘅避難所，每日必須要有啲 downtime， 即係話停機嘅時間。你覺得好攰嘅時候，理直氣壯咁樣匿入去一間安靜嘅房間入面閉目養神，拒絕 multitasking。schedule 上面記得咧要留白。一件事情做完先到下一件，減少時間壓力帶嚟嘅崩潰感。建立情緒防火牆，學識 say no。人哋嘅負面情緒唔係你嘅責任，要適時暫時離場。停止自我批判，唔好再用鋼鐵人嘅標準嚟到要求自己。攰嘅話就要好似照顧 BB 咁樣溫柔咁樣對待自己嘅身體。最後我想同大家講嘅係，而家 AI 越嚟越犀利，當記憶、運算甚至係寫程式都可以交俾 AI 嘅時候，人類最寶貴嘅價值係乜嘢？正正就係感受、理解同埋共情嘅能力。我哋嗰啲天生為深度感受而設計嘅神經系統，令到高敏感族喺以前可能會俾人嫌棄你諗太多啦。但係喺 AI 大時代，我哋對於世界嘅極致洞察力同埋深度嘅同理心，正正就係機器永遠無法跨越嘅護城河。所以請各位高敏族朋友唔好再隱藏你哋自己，好好欣賞同埋善用呢一份嘅天賦。如果你中意今日嘅分享，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俾身邊可能係高敏族嘅朋友啦。我哋下一集再見。